龟活离的地球已经3亿年，会当讲是生物界的活化石。海草是因主要的食物，富含着钠团的海草层，会当来吸收着10%的海洋除碳量。海龟维护着海草层的健康，是缓解着气候变迁的功臣。但是这几年来，海龟靠大的数量持续地增加，除了互希望白甜，海龟体内的塑胶嘛威胁着因的生存。上新的研究更加来发现，在人类活动甲气候变迁双面的夹击之下，海龟的性别严重失去着平衡。继续来看采访团队记录海龟救伤甲野放的过程，嘛来了解着海龟安怎用微演化来迎接着生态危机。准备那个放水的动作。青海龟探出水面，伫咧收容猪仔种活跃，海参馆研究团队伫咧边仔培养吹水一笏。当初被发现的时候，在台南的曾文新出海口，是那个渔民就是舢板，然后出去捕作业，渔船作业回来的时候，然后有刺网误捕的海龟。经过大概5个月的治疗后呢，它目前的精神啊、食欲状况，还有潜水的能力，都相当的复原的不错。恢复健康的照顾，经过评估，今仔日被送去断气。在水比较下降的时候，它会开始变得比较有点紧张，会开始游的速度会比较快，是正常的。大概到水位就是露出它的前肢之后，我们就会开始准备进缸。那我先进去哦。好。把石头一插，好，那我准备了哦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要拿毛巾盖好，没关系，好，我们会拿湿毛巾帮它做保湿。那我特别放这个冷垫，离开水面之后就没有浮力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准备一个垫子，让它的肚子不要压伤。每一个所在拢真正上过，海龟经过真侪规矩，才冻到这个时刻。它是流刺网误捕，那在它的左前肢上其实有发现一个小小的一个结痂的伤口，那后续也是康复复原了。然后在收容期间有发现它有排出。粪便有发现里面有这个人造物的部分，像是保丽龙啊、线绳。然后你就排。拿的时候可以2只手会比较稳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前往沙滩哦。OK。我们现在跟着研究团队来到的是后壁湖的保育沙滩，在这个桶子里的呢，它是编号 G117的海龟。这个编号它代表的意义呢，是海生馆救伤的第117只绿蜥龟。在经过5个月的治疗之后呢，今天要将海龟野放回大海。海龟一放出去其实很快哦。在野放的这个挑选日子的这个条件，晴朗的天气，然后海域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就是尽量选择就是前面是空旷的，不要有任何人为水上作业的渔业活动干扰，然后也不要有一些垃圾人造物。一切准备好势，海龟准备爬上去。准备开始要进行这个编号 G117的野放哦。那我们准备，然后我们先抓它前肢，好，准备，好，OK， 好，它就会准备往前爬行，小心哦。
完全无丢毒，G117出大力向大海收去。轻声祝福，无讲再见，望幸平安回去故乡。全球敢若剩7种海区，台湾海域会当看到5种，包括赤壁区、大埔、南壁区、立壁区、咸吉区，拢是一级保育类濒危动物。海龟食海草，增加海草代谢，避免沉积物在日头团上变粉。有真侪南团的海草层，敢若占海洋的0.2%，所以当吸收2740万吨的碳，超占海洋当年碳封存总量10%，欠碳量比陆地土木加2倍，是上效欠碳的生态系。海龟主要食海草，是缓解气候变迁的负面影响。海草层应用丰富钠碳，海龟当时钠碳真灵，但是唔是每一只海龟拢亲像G117这么好分。记者插水边拄到慢慢收水的海龟，只是伊减一支后脚腿。海沙部顶采访团队看到海龟头断去，赫达死亡，游客看甲心惊胆吓。这片海南水底是真侪鬼气。2021年，台湾有359只海龟克达；2020年，小可减少到315只，其中240只死亡克达占76%，75只活体克达占2.3%，种类立壁区上济。伫咧活体克达内底，维管地或者是沙地放上去，其中56只收容医疗。这是一只大约3到5岁的玳瑁，可以看到它的左前肢目前是受伤断手状态，现在被收容在屏东海生馆的海龟救伤中心。我们一起来了解它和其他的海龟在受伤之前都经历了什么。这个其实就非常典型的，它是被那种缠绕，然后造成断肢的一个状况。缠绕如果发生在水面下，可能没办法上岸换气，当下就会死掉。它有一些运气比较好的，它可能身上被它勒住的那些东西，它还是可以浮在水面上。动物它在挣扎的时候，那些网具就会在它身上造成伤口。那动物因为它被缠绕住，它没办法潜水去吃东西，身体会越来越虚弱，它那些伤口就是有感染。兽医李宗宪讲，减一支前下，海龟受水就较食力。它其实被发现的很晚，所以那边其实都已经溃烂，有开放性的那些伤口，就会帮它做清创啊，然后就投抗生素，然后预防它的那个感染。你看它在游泳的时候，它的左手其实不大会动，有没有？左手，对。活体海龟救伤来源，鱼夹掠到或者是无细力掠到占34%，克达28%，漂流17%，废弃鱼网仔牵田超过1成。台湾有全球海龟密度上悬的太平岛和小琉球，红号做是世界上水的海龟岛屿。不过除了鲨鱼以外，鱼夹活动会当讲是海龟的上大天敌。规岛顶拢是兽医伫咧海龟救伤收集的人造废弃物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糖果纸。哦，这应该是像塑胶袋一样，对，感觉都是那种，它其实已经在野外都是很久了，有没有？对。这个都是之前的一些海龟比如说我们要从嘴巴啊，或者有一些是从尸体里面去拿出来。你钓鱼的时候不小心钓到海龟。那可能就会鱼钩鱼线被吞进去。那另外一种形式是那些鱼钩鱼线是以垃圾的形式存在那个，比如说海底下，那海龟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它吃进去。
海龟体内常常出现塑胶含素啊，分别占5成含3成。为2020年，可大概55只海龟产样认造物，其中16只活体海龟总排废达到60克，平均每一只排出3.8克。若死亡海龟解剖收集到拢总169克的废弃物，平均一只有4.3克。我们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它这边被打了2个洞，然后用那个铁线穿过去之后，身上就挂这个，它上面是写很多人的名字啊，写阖家平安啊。太扯了。对啊，阖家平安。每1000只海龟，敢有1只会当平安大汉。海龟伫咧恐龙灭绝的时阵活落来，即马需要面对人类带来威胁。气候变迁，就亲像大型铁只海龟。我们从去年的资料来看的话，大概90%以上哦，都是甚至要更高，整成多都是母海龟。如果我们用那些温度来做推算的话，温度真的是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性别比。高分长期全球海龟，台湾的海龟栖地容易当记录到性别失衡的趋势。平均有60%，到2/3是高于29度。然后2020年那一年比较奇怪，100%都是母的。红合作海龟智慧听一准教授，投入海龟研究超过20年，即摆专心伫咧这几年国际学界拢伫咧关注的海龟生息气候学。26年化的气温上升降低就符合全球气候变迁的原因。海龟利用它的气温决定性别比的方式呢，来调整它族群量，变成更能够适应环境变化。母的龟伫咧海沙坡顶生汤，这是互人真欢喜的时刻。海龟的性别无伫咧受精时由基因决定，是由孵卵的时山的温度伫咧做决定。若比29度低，得孵出公虾；温度若升悬，海龟得孵出母的卵。龟收的细只海龟真活力，新生海龟所拢存母的。海洋去甲烦恼，海龟无法度生产后一代，会成做气候暖化牺牲者。听教授利用单数26年的气温含落雨量的数据，亲自分析温度决定系统，证明海龟适应环境改变出现变化。当母龟数量增加的时候，它的上岸次数增加之后，产生更多的卵窝，当然蛋就越来越多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看稚龟，有在增加。数据显示，母的龟生卵的气温为1997年以来平均温度22到23度，到2020年后的极端高温26到27度，26年来有升悬的趋势。母的龟生卵的数量增加，细只龟的数量有正成长的趋势。那孵卵的时间算嘛可以上悬60天降到50天，大减少10天。海龟孵卵的环境受到全球气温变迁影响。听教授发现，海龟族群数量无减，连倒变多。变暖化怎么办呢？因为到处都很热啊，没有地方躲啊。那很简单，我产生很多后代。那这样来讲，即使死掉一部分呢，大家还是活得下去。母的每隔2到9年回来产卵一次，公的话住在产卵地附近，每年都去产卵，所以说公的变得很勤劳。那这样来讲呢，等到长大成熟了，其实是公母率差不多1比1。海龟伫咧环境演变内底什么生存状态？当人类介入海洋生态平衡来到临界点，加强渔业网爱管理，拒绝塑胶污染，全面在做条船，才当幸福海龟自由收买大洋的故乡土。